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喂，勝哥，係，大家好。係啊，咁今晚有咩心水呢？今晚都係3場啦，俾嘅意思。咁由第4場開始咯。咁第4場開始，今晚啲馬都係熱門多，因為啲馬都唔係好多到季尾。咁咧第4場就5號做膽啦，太陽勇士就拖翻1號，喜然勇敢，再拖埋7號啫，木火兄弟。係。跟住咧就到第7場咯。咁第7場咧就揾6號做膽咯，就係光輝所願，就係偉大嘅。咁拖翻隻冷門嘅荷花之星，即拖埋隻10號隻落河咯。咁一冷一熱咯。即係其實咧到呢個時候咧，其實有幾個馬房去留意嘅，一個偉大馬房啦，同埋黎超星咯。有啲馬房上咗岸啦，根本嚟講有啲都留翻下一季嘅，所以有啲咁丁冠豪呢啲馬就要拖翻嘅。咁跟住去到第9場啦。第9場就2號做膽啦，因為嗰次隻翠紅咧就贏得真係好靚，所以一定要揾翻去做膽。咁拖翻潘頓隻風雲冇事咯，因為出得咁密啊，田生都想希望有啲交代。咁拖埋隻沈集成嘅雪勇神區，即係其實呢段時間點解會拖翻佢啲馬咧？呢幾個馬房咧，因為其實沈集成自從出去遠征咁耐咧，啲馬表現咧好多馬都係好似未翻到嚟，所以呢期咧要追翻啲數咯，最主要。咁今日就係咁多啦，好嘅意思。OK。大家贏多啲啦。OK， 好啦，希望佢都過到關啦。OK， 好啦。OK， 好，拜。